幻想下你坐緊一隻豪華遊輪，欣賞緊無敵嘅海景，嘆緊幾杯靚酒，咁飲多幾杯之後呢，有啲醉意啦，仲要斷埋片，點知一覺瞓醒，發現自己喺海中心漂浮緊，連隻遊輪嘅蹤影都唔見埋。你以為呢啲係冇可能發生，係講緊一個真實嘅事件。喺2022年呢，就係有一個客人坐嘉年華遊輪喺墨西哥灣嗰度經歷咗呢場噩夢，佢同水母急流同埋海中心奇形怪狀嘅生物搏鬥咗超過20個鐘，竟然奇蹟生還。究竟佢點樣做到？如果係你嘅話，你又覺得你有冇機會生存到呢？喺遊輪跌落海嘅事件雖然會發生，但係其實係非常之罕見。咁有統計啦，就係2009年去到2019年，全球總共有超過2.55億嘅郵輪客，咁當中咧只係發生咗218宗嘅墮海事件，機率咧大概係0.00065% 啦。比起你喺亞洲咧有機會發生電單車意外嘅機率咧，仲要係低幾百倍。咁但係如果真係發生咧，每一刻每一秒咧都係生死關鍵。所以今集咧就會一齊去探討點解無啦啦會有人墮海嘅咧？咁佢哋生存嘅機率係有幾高，同埋點樣先至可以避免到呢種嘅悲劇發生？根據國際郵輪協會嘅調查發現啦，其實所有嘅墮海事件咧都係因為有人做咗一啲魯莽嘅行為，或者係因為悲劇而去發生。喺2019年嘅時候，有人竟然為咗拍抖音喺佢房嘅露台跳落海。咁雖然佢最尾俾人揾翻啦，但係結果咧就俾皇家加勒比郵輪終身禁搭，仲要罰巨款，全家即時俾人趕落船。好可惜咧，唔係每一個故事都有 happy ending。2023年有2單嘅郵輪墮海事故，咁一個咧因為慶祝生日飲得太醉，靠欄杆嘅時候太近失足跌咗落海。咁另一個咧就喺凌晨趁屋企人冇為意嘅時候故意跳海，可惜啦2個人最尾都係冇被揾翻。喺郵輪上面跌咗落海生存嘅機率咧，其實真係唔係咁高嘅啫。咁喺09去到19年10年間有218宗嘅墮海事故，當中咧只係有20% 嘅人咧係獲救。依家啲郵輪咧越做越大隻，大家都可以幻想到由幾十層高跌落水，衝擊力隨時可以整斷你啲骨頭。咁就算你好彩啦，跌落去嘅時候冇撞到全身，冇損冇爛，水溫低過20度，低溫症咧都分分鐘攞你命。而且夜晚喺大海度揾人，簡直係大海撈針。雖然係咁，但係奇蹟往往總有機會發生。好似喺片頭提過，有個男士喺墨西哥灣嘅海中心漂浮咗超過20個鐘。How many drinks do you think you'd had? I couldn't really say. Do you remember leaving and going to find the bathroom? No, ma'am. Do you remember falling off the boat? No. So you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No, ma'am. I came to regain consciousness. I was in the water with no boat in sight. 咁佢好明顯咧就係飲醉酒噶啦，斷埋片都唔知自己點樣跌落海，不過竟然都奇蹟生還。事主事後都有講翻，靠嘅係意志力再加運氣。大家可以幻想下，如果佢唔係跌喺加勒比海比較暖啲嘅水，而係喺阿拉斯加嘅冰水，佢生存嘅機率咧就低好多噶啦。呢件事件咧其實都引發咗一班生存嘅專家去探討下，究竟真係有人墮海啦，有冇啲方法可以幫佢哋增加生存嘅機率？以下咧有5點可以供大家參考。咁第一點咧，老土啲都要講噶啦，就係保持冷靜，因為喺生死關頭嘅時候，如果你驚慌咧，其實係會消耗你更多嘅體能，令身體亦都更加容易吸入海水。第2點咧就係盡量揾一啲漂浮物去捉住，例如竹枝啊或者木條，佢可以幫你保持浮力，減輕體能嘅消耗。第3點咧就係將個人仰浮喺水面，減少要用腳用力去踩水，保持體力，令自己可以堅持得耐啲。第4點咧就係原來唔好除衫啊，因為衫褲入邊咧嘅空氣可以有助增加浮力。第5點，當你終於見到有隻船經過呢個時候咧，你就要即刻除咗件衫喺空中狂揮。啱啱提到生存到嗰個事主咧，就係見到個貨船嘅時候，除咗佢條底褲喺空中狂揮，吸引人哋嘅注意。最終佢就係成功俾船上面嘅人發現，急 call 海岸防衛隊派直升機嚟救援。救上嚟嗰刻嘅畫面咧，都俾人錄低咗，非常之震撼。
一旦有人跌落海，隻郵輪咧會即時啟動 Call Oscar 嘅緊急程序，成個流程都係分秒必爭嘅救援行動。首先，郵輪會利用雷達同埋熱能嘅攝影機，咁就算喺夜晚嘅時候咧，都可以追蹤翻落水者嘅位置。船長咧都會迅速下令隻船掉頭。We have a report of a person overboard, so the captain has to ship around. 咁但係郵輪體積咁大啊，掉頭都需要行超過1英里嘅距離，咁所以呢個時候都好靠墮海者嘅生存意志。同時間，船長都會通知附近嘅船隻、美國海岸防衛隊，甚至當地嘅海事部門展開聯合嘅搜救行動。喺2023年，有一個客人喺皇家加勒比郵輪10樓嘅甲板跌咗落海，好彩有其他客人幫手指引隻救援艇，45分鐘咧就救翻個旅客啦。所以話其實船上面嘅乘客咧都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如果真係咁唔好彩，俾你目睹一個人墮海啦，以下有幾點咧，你係可以幫到佢。第一咧就係第一時間嗌 man overboard， 通知最近嘅船員，而且咧將你附近嘅救生圈掟落去幫佢保持浮力。咁而如果啦嗰個墮海者越漂越遠，呢個時候你就要企喺船邊，用手指指住佢，幫船員鎖定嘅位置，亦都要保持你嘅專注，千祈唔好擰轉頭或者行開，因為喺海中心咧係好容易失去墮海者嘅蹤影。當救援行動開始嘅時候呢，其實下一個港口大家都預咗會有延誤㗎啦，因為搜索行動起碼都要幾個鐘，咁而且船員同埋救援嘅團隊第一個 priority 就係先要揾翻個墮海者。咁一旦啦隻船呢可以確認翻個墮海者嘅位置，船長會即時下令救援艇去出發，靠近翻個墮海者，將佢安全帶翻上船，或者帶去下一個登船嘅平台進一步去處理。咁當個墮海者上翻船之後啦，其實船上邊都有醫療嘅團隊可以即刻提供急救，咁同時間咧，船長都會通知其他嘅船隻去停止嘅搜索行動。其實郵輪跌落海嘅機率咧，其實真係低過8萬分之一。郵輪嘅設計同埋措施咧係好安全，有42寸高嘅欄杆、安全嘅露台、防滑嘅地板，仲有好嚴格嘅限制危險區。酒吧嘅 bartender 亦都受過訓練，睇得出有邊個人醉咗，會停止再供應酒俾佢。船上有醫生同埋保安，時時刻刻咧都係監察高風險嘅乘客。所以除非你係亂咁嚟啦。如果唔係咧，其實冇乜機會會無啦啦跌落海。你又有冇喺郵輪見過其他乘客做一啲瘋狂嘅行為？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故事。咁同埋咧，都希望各位中意啲海上咁特別嘅奇聞故事。咁記得啦，就係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多謝各位支持，下集再見。